得出。6000块的话，你就有一张迷你专辑，好不好？我比较相信机会。伟如，你觉得嘞？我觉得就是要不要选机会？真的是机会就给我吧。哦，佳琪好开心哦！杨烟红哎，他这个肤色，我可以看他脸红哎。好了没啦？差不多了吧？来，打赏的声音。帮你打赏的还是罗哥？你看。对呀。按抖尾啊！嘿呀，按钮拉嘛。 1、2、3、几多钱？啊，跳架，打到上海前路。哦，为什么？就冲2条，好好躺啊！三多六啊，冲啊，心无愧哟，无冲过的心酸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强下来。大家好啊，红布啊！来，今仔大家好。哎，国家建议的祝2024年的新的一年的开始啊，哎。 根本也是2023年的清明节。清明节，哎，清明日，哎，对，没，还有一张的清明，天公一张的清明日啦。哎，所以啊，要今日要做特别的闹热的特别节目。冇错，欢迎到哇，开始噶，漂亮的噶，哇，好黑的一片。好了，欢迎大家了哈。欢迎大家。今日哦，来冲国的，又有钱好拿哦。哎呦，看到俩顺风有冇？机会命运。 对，狗的冲绳就做在去加了县城，可能出嘛该？可能选择是你的机会还是命运？命运，哎，里面都有钱可以拿的哈。哎，第一度有一张还6000的元啊，6000哎呦哦。然后一张要玩游戏。哦，大家都好好的表演，啊，好好的献演哈。哎，好，来，有请第一组的表演。第一组是父子档，哎，现在父凭子贵嘅，郑中比还有晨晨带来后堂的歌曲哦。来，弹看啦哈。 好事就去買，睇到好事就去買，兩邊買，街邊買，買到大家點樣揀啥？耶！真係你強下去 ，hit five， 耶！哎，好耶，真係，哎，走嘞！結果買，看到好事就愛買，看到好事就愛買，兩邊買，街邊買，買到大家點樣揀啥？屁股熱熱，錢人會流屁，不要搞奶，慢奶等啲，把肚打開，搶回手到時，個條路比萬人都知。 個條路比萬人都知，個條路比萬人都知，鏘！开主位，升主位，欢迎下一主位，真的好可愛啊！懂听到没有？爸爸好认真哦，落淚。要不稳边的哦。啊，
哎，我感觉昨天那下落咧吼。说的。慢慢按你高，按你高。哎，做按你做诶。这唔够意啊！他个对男说诗啊，系啊系啊。对啊。啊，冇办法对我。葱烧狗屎冇安给。走。哎，今仔下午无乜个茶天吼。哎，冲黑嘞，要走的嘞，来耶，晨晨，大家打招呼，来跟大家问候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马上，耶！爱正心，妈妈，你干嘛？你马上，正胸心，郑雄心，正祥成，哦，听起来像正胸生，正伤心的。雄心。哎，明天就是跨年夜了，爸爸妈妈有没有要带你们去玩？有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要去哪里玩？有啊，去哪里玩？云南高，云南高。你来搞我。你有云南？露营，露营哦哎，你真的最近师兄也是鲁章啊。哦，所以绿洋就跨年了，过2天了，嘿啊。对对呀，你们有什么计划吗？嘅吧，是可能是看哪只露营去、鲁章去啊。哦，真的会去啊，真的会去哈。错啊。哦，没清后啊。哎，桃竹苗地区很多那个露营区。哎，连下新竹嘅偏青岛哦。对，在唔杀五峰改偏东多。哦，连下嘅发通就会全部卡穷下嘞。係黑嘛啊，哈，以前跨年才有可以自己去约会，连下去嘿，摸。因為以前跳埋家庭禮盒包這樣。跳埋師兄係看戰場服啊，跨年啊，看戰火啊，該掉誒。不過要成個以後是冇法度啊。不過係，不過後來體驗有幾個時節啊，你是去該汽車旅館去。旅館。汽車旅館。跨年夜去汽車旅館幹什麼？你還把小孩帶去汽車旅館？我是有一種儀式感，就是佢就出去聊的感覺啊。哦，讓你們看看你們是怎麼出來的。小康老師有話要說。啊，怎麼了？沒有，有可能就是小孩就是從那邊開始的。哦，他就是讓他們知道一下他們的發源地，帶回出生地的。哦，就地重遊。去年的根本也。回鄉。那每一年就叫你爸爸帶你去回鄉哈。現在要去露營區了，然後沖水。來，沖水。來。去甲你命運還有 TV，去甲來處一下。來，你跟爸爸一起來抽，看你想要抽到什麼。你哪張？這個，你要這個。確定哦，爸爸不能喊扣。爸爸打開看是什麼？好來。1、2、3。沒錢呢，那會砸一錢。可以哈。黑毛不能動。哇，6000塊。6000塊呢。買啊。他2妹都在拿錢呢哦。不好意思。來，我愛打棒棒。來，棒不棒？你如果可以打到一顆球，1000塊。哦，哇，好不好？可以嗎？好，因為先打啊，奶爸先打，因為先奶爸先。滿音線，爸先，爸爸先，哎呦，好乖哦。然後搶，好，他幫你踩。我要。等一下，你先踩，你先。好，我說開始再踩，好，踩。哇！1000塊，來。再來。2000。你沒有打棒球可惜了。來，再來，還有一顆。好。揮棒。晨晨要不要打一個？王一，不，晨晨不贏100 TV。好，來不能打他。好，來，等下我按，來你站那邊。爸丟。好，王一越打，好，加油。太多。厲害哦！來，晨再一個。加油。兩個。再一個。跟爸爸手機一樣，打到一個哎，手眼協調很好。好來，安永就得到3000元，給爸爸拿2張。爸爸有1張，爸爸有2張。爸爸2張。哦耶！哇，恭喜！拿到紅包了呢。還要不要加分題啊？就不用了的，還要啊？要加分題啊？要加分題嗎？來，這個很簡單，對不對？太簡單。體為安太亮。嘿，好，還有準備誰粒唄？小顆的。
用射咧吧，乒乓诶。来，试看那里，啊？试看那里。吃亏啦，一直打。好来，真的，马上，好，你有打，你先打，你先打。好来，好，等一下啊，好。哦，厉害！晨晨要不要打一个？晨晨换你打一个。文一，文一，帮我。好，你那边，去那边，让他被裁。好了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来喽。好。哦，差一点点。助生。太小颗，我大不大？太小颗了，大不大？大家要不要玩太极高？那这样恭喜了哈，得到4000块了。好，来，谁要玩？围炉了，好。你要打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的。确定？确定哈，坐等哈。小的哈。好来，好来。有一次。你要把它打出去，滑丝外面了。你这短打。出来呀！搞炸 Q 来。你很奇怪，你为什么从三垒跑回2垒？对啊，那是逆向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逆向？人家是从那边。应该要这样跑啊。对呀，是反时钟，你为什么是顺时钟？好，这是一垒吧？对，好来。他太久没上垒了，一垒该平。他太久没上垒，搞不清楚方向。没了，3振出局来。还有吗？谁啊？小兰来。小兰椒来。小兰。来。小的兰。哎，俩还没亲，很中意耶。嘿。为什么要？恐怖哎！昨晚没打到，你就打几周嘛？打你了，他吓我，你吓他哦，他被你搞得心儿蹦蹦跳。啊，还要不要再一次？够100好吗？好，都吃100的人，都吃100，加油！暴打哎，这个不算，这落地了。对，他行，有落地的。对啊，这落地不算，好玩办法啦。有啦，踢一招有打斗啦。好嘞，恭喜拿到红包一张，谢谢。哦，Max 梦，总比还有晨晨，谢谢。好了，沙落嘿，恐龙偶像带来后堂的歌曲哦。哎呦，恐龙偶像也来了，哎呦。偏见勇敢神啊！立马踏发经，航渡三年行，满山皆插条树啊，红红青分明。残泪光剑，
丰年后中啊，连麦都啊，对啊，哎，你总班那员金奖，对呀对呀，一位好像比男装还好你还看，可以去泰国发展。哎呦，做1000天嘛，有这种潜力。一切每一切看你自己，看你自己，哎，对啊。班兄有奖，你去那边应该很红哦。对啊，对啊真的。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可他现在太红。哦，他现在很红。虽然用可以了金奖啊，我讲啊，吃了2条狗按景点了。由于上映的DNL的节目底部都冲了清理后。哦。今天有在现场。哦。然后呢？我吃到就是佩萱啊，林碧贤。有吗？怎样？要指导他的主打歌，在茶水摸一支呢，指导一下。来啦，很声音好吗？现在唱的师傅吼，向外地你妈滚咧讲乜解？哦哟感情，哦哟感情唱的感情哦，看好来哦，看用的有感情，哎呀，来。今天是死金哎，它是金属，死金不死 rock， 死亡金属的唱法。安这有感情。有哦，要是什么点码嘞？哎，给他充电没清米用机啊？强机无品质。就强的啊！哦，就强机无当个偏劲吗？你太亮眼，这么拼劲呢？哎呀，你看个短影音动作，你不拿个100万，我就不嫁给你，有没有？猛操！啊！哎呦，无偏劲的就强，大概是这样。哦，有吗？有感觉啊？有好吸懂吗？有那个味道有吗？有哈，了解了哈。他可能没有这种困扰，没有这么，因为我不用聘金，你不用聘金，我是要给聘金，很困哦，扰。没黑啊，哎呦。林碧贤沾厉害，对，这个创作俱佳，真的好厉害。我刚刚1秒以为我到泰国呢，这个背影，有骗他补一些嘞。对，我说你而已，你更像，他比较像那个印尼。哦，有穷，穷又暗讲，不要张呢，就给我聘金就好了。好啦，你先回去做好，我就安琪，你回去做啦，谢谢安琪。不客气，安琪。你不是安琪哦。好啦，做了。点码用的，对不对？来，冲掉我的处理啊，抽奖。杨玉来给飞去搞了现车一下。好来。因为我命运哈，因为我命运太好了哦，所以我们就抽这个机会是不是？来，看出动嘛该，来看老天爷给你什么机会？你来嘛该啊？哇，俩全部会秋霞老师系列商品的嘛？哇，对呀，这已经是扇子，霞宝贝陪你睡。哦，这个可以趴着睡觉那个啦。哇哦，哎，这个都古董了。这是大悲咒吗？还是大悲咒？陪你睡嘛？哦，这个喜欢吗？你不应该烟囱呢。哇，你只能说喜欢吧。水果的啦，水果。那就要玩游戏啦，张周正拿到奖金啦，哎嘛，有请到你的球下欣赏就是要山歌啦，对不对？山歌街头秀。本球下欣赏就搞你冲量的山歌。哎，今每类都先从你的山歌街头秀，做得搞冲几用机的嘛。我先从开始搞好了，做评判一下。冇問題，我都見開嘛。啊，就按小按等一下，發了2張300字，係嘛？那是酒，梨窩啦，酒。日本
日本艺伎该东西。日本该东西啊，就会给你用料啦吼。哦，克日结合做错嘅。对。吼，那创嘛个本机。问下创平板较简单的，平板。好来，平板。是 B 调好了啊，B 调好。 B 调。但是爱装 B 给创的这个活动的。唱完，换你了。恐龙，吃下来哦。老师，小强老师，马上帮你换讲题哦，难题。本来怕你会杀猪一样。状况没有，我给冲啊，给捞腿真的嘞 ，Matt 冲样，这是街头艺人秀呢。对，我们连打赏箱都帮你准备好，还有抢你的金曲狗凤有吗？哎呀，我本来红包都准备好了，他又收回去，唱完我又把它收回去了。你今天没有红包了，你要看我们现场的，大家要不要给你打赏？来，你们有要打赏吗？有你有要打赏本给吗？来，阿伯阿妈啊，抢狗脸哇啦！哎呦，大手笔也来了，哎呦，还有本手，哎呀，还有卫生纸啊！这位小姐 ，Auntie，你不能把你擤鼻涕。我是要让他擦眼泪用的。哦 ，OK， 贴心啊。几多钱？你冲到几多钱？哎，还不错呢。算一下。160条差不多。哎呦，还有160了，还不错。还不错，还有个鸡腿便当。吉祥数字。很多人有时候当街头艺人，一天赚不到100块。没要是你附近的唱得太厉害。是啊。那永清有特色啦。他唱很有特色。还有160不错啦。哎呀。这样你太敢了。万一你如果有朝一日你的那个短影音如果走下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泰国发展了。对，带着这个跟阿姨嘛下 Q 阿姨了哈，你们一起回去睡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听天的好，别抢，再见，好，来，杀好了呀，B。欢迎行业 V 陈婷婷台内后堂的歌曲哦。来，好啦。爱两个事情，说我三个，这歌好爽，对呀，这种歌也是要你们这种好难唱。我后来发现到就是发疯一点就可以唱，才有胆量，就是要有那种疯狂的。那你应该要疯到像刚刚那个佩萱。哦，他那个太疯了。林佩萱下次要不要挑战一下？来挑歌。你刚刚是翻白眼了。你再做一次，他们截丑图比较方便哈。啊，你是谁？手，哦，
是个月啊，可能是小老板破嘅心跳，可能会唔碰得上嘅不注意，可能就开始跳进那边边，可能就不知道，暗地。 说我三个总得呀，那个事情爱发电呀，我爱你继续好意，我勇敢啥，我爱你继续好意，我勇敢啥，叫叫爱吧，我爱你继续好意，我勇敢啥，我爱你。 说哈伊，我勇敢撒，叫叫爱吧。Come on， 给我你的热情。好耶耶耶呀，好耶耶呀，够爱用，够爱用，继续。 跨年最后一集还让我赚250。哎呦，这歌好爽，对呀，这种歌也是要你们这种歌后级的才有办法唱，真的嘞，好难唱。我一直看他的那个视频，上别的节目唱的。哇，我每次都到底怎么唱？到底怎么唱？没有啊，你自己有唱出自己的味道啊，你自己的味道啊。对，我后来发现到就是要发疯一点就可以唱。哦，没错没错，才有胆量，就是要有那种疯狂的。哦，那你应该要疯到像刚刚那个佩萱。哦，他那个，他太疯了。林佩萱下次要不要挑战一下？给他挑歌。你刚刚是翻白眼了吗？你再做一次，他们截丑图比较方便哈，按这些。唱歌会翻白眼，唱这个必须给他买。好，给啊。罗好眼哦，罗好眼哎，怎么冲过狗影有没有翻白眼？翻白眼，奇怪了。没有，唱翻白眼是正常，但眼睛要闭好。对，翻白眼。哎，他最近要出专辑啊！真的，哎，终于，你终于不靠罗哥的支持出专辑？没有，那个募资的阶段还在最后一里路哦，已经有募资了。听说今天有6000可以拼看看哦，做的比较快，6000拿到又可以录一首歌哦，6000可以录一首歌，哪里录？录 vocal 可以啊 ，vocal 6000块可以啊，那有没有很便宜嘞？你陈伟如帮你录录音室1个小时要2000的话。我3000，你3000，刚好可以录2小时，寒假哎55分，
包到底3000这样。不行啊，那个没有调音准跟拍子。我不用调音啊，不用，他不用啊，不用这么麻烦。那你要帮我出吗？那就3000啊，对啊可以录2个小时，他要修很久。好。哎呦，怎么会发愿到这个要出专辑？你那些歌迷朋友呀？对，就是学生啊，然后还有，因为我就是过去1年多有在网络上有做一些直播，有招到一些粉丝啦，他们就抖内给你啊，对，永章有钱后出专辑了，莫给大败了哎，等罗哥都是200这样。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大陆的谁，然后做 YouTube， 然后也是人家抖内了500多万，然后就绕跑了，对啊，就绕跑了，他就不播了，就没有了，他就回大陆了。真的？没有。你募到多少了？不好说。你再募多一点，你就回马来西亚就好了。没有。其实这个专辑意义非凡，大家如果还记得，我2年前就是突然间脑血管动脉瘤破裂，对，其实真的是差一点就走了。那不管是台湾的医疗体系，然后很棒的医疗人员，然后还有我身边的不管是学生还是歌友们，他们也是有捐款让我有医疗基金，所以让我在很良好的状况下被救回来。我觉得我这条命是台湾的朋友救我回来的，所以我觉得我要第1张专辑我要特别的，就是用闽南语专辑来回馈给台湾的朋友，跟大家说声谢谢。期待。现在我就让你开心一下，看你自己决定，机会看你要选哪一个，好吧？命运也几飞，看能不能抽到你的录音基金。陈伟如那边可以录2首6条，对，他说3000哦，对半砍，对，来，你要选择，真的很命运机会，这个黄金滚滚来，黄色的好了，黄色，命运6000，大黑，谢谢，6条直接拿回来，直接拿回去，是的，哇哦，在这里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。让你赚了6000块，又多6000块，太好了！录制专辑的基金，真的其实不容易，对，就是要一分一分钱的这样子找来，然后攒来。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可以去把自己在生活上很多的正能量，然后化作作品，然后送给大家。对啊，因为说真的，现在整个社会的环境氛围，因为大家竞争力因为比较多嘛，对啊，你刚好你有这个才能，还有很多你的歌迷朋友也看到，是的，你会影响很多人，是的，所以你有正能量，很期待哈，对，台语的啊，好更瓜啦，好更瓜，对，还希望你这张专辑出来能够有2024年再来宣传，好的，加油，谢谢，希望2024年是你雄厚的一年呀，谢谢主持人，加油大家。好的，等他新专辑来做这类。好了，民工飞，嘿嘛。好，哎呀，有唱到就加下你骨步级别哈。你手下欣赏待会后堂的歌曲哦。好，看看啦哈。讲起客家
步做迄脚步，喊不会冲，对不对？喊有弥陀，对不对？哎，3月无细神，绝对有弥陀。你是青蛙哦。更有细啊，无细。你看看呢。很赞哦，罗哥的时代还紧讲啊，很好。很厉害诶，60人细喊有办法，很切，很厉害。伊从后上冲到俩都很好。60冲到俩。林正英先生要强样啊，哎呀，咩很厉害。因为亲好的搭档啊，然后恰几块螺丝，然后战役螺丝，都会平常时在舞台档、舞台上哈搭档的后面。对呀，都成年好友，对，过2年是跨年嘞，你有去冲过跨年演唱会吗？哦，接爽啊，接爽啊，当年都有哦。以前从都会在台北市政府总统府面前没有，还没土豪上去表演。哦。啊，在跨年的时间，还有我土豪上个伊哦，做了3档伊哦，还看个101个烟火，砰砰砰砰，真好看。你这位阳明山个文化大学个呀？可以吃3档，靠演唱个呀？没底哦，没底哦，开玩笑。文大夜景清油苗，有这样哎，个夜景清讲，有上个时间它点呐，讲了是吧？它有活力，可以有热情呐，哎，那个热血一讲哦走。看夜景，真的，还有搬家哈，就是爱双科双体以后，没搬家落学生的哈，就去教孩呢，教西个咩，教这文产哦，文产社后再去食大餐，干到血碎样腿同我哦，这波多个便宜啊，跨年的时间哦，哎，还有平常时咩接送要出去了，所以讲人生要珍惜你他现在的拥有。来，真的，机会命运的现在，不是要回去拿钱的，没有，两片都去搞除啊，你还会啊？机会命运的，可以 ，OK， 冇問題就冇問題啊！哎呦，放了2錢，生意哦，對，服那個黃色的家慈禧太后的感覺，對，你雙哥，我配下兩片本來有行送衣，講係像佘太君，個冇樣好，生意，腳喺盤嘅呢，哦，有生意哦，恐龍偶像100度百爽嚟㗎。你逢蛇，機飛啊命運，愛冇暗房啊，冇將阿鳳兩是暗房，係好逢蛇咧，好逢蛇咧啊，好聽哦，我打回來咯 ，OK， 得，吐茶下叫，哇，2本推貨嘅啦，咁接送一多有獎金哦，有獎金，真係哦，有限3關，3關是。2關就冇咧，太關嚟啦。這家東西不用順哦。哦，強度係啊。5關線，3關就是推貨。係4關咧好啦。4關咧，那畢業出來。個同學嗱，2關他少，2關他少。啊，真嘅，你全部係身體啦。冇啦，3關啊，是3代課嘛。哎呦，不身體。我可能係慢飲頓天師啦。天理慢，誰要來幫他喝的？有人要幫他喝嗎？苦茶，來啊，來，2位，來。來同天師一關好冇？來同天師一關。是推貨哈。推貨好來，顯示一下，好來。快給帶下哈。等下哦，先本秋下欣賞類先。哎呦，不會走。哦，哎呦，來，現在來，平底，看一下平底有沒有？有嗎？有下幾多錢？1000塊呢。兩邊有3關，給他們喝。關度給完啊？來同事一關啊！來先是可以給關。是還有寶嘞。哎呦！來，看一下有錢冇？哎呦，共用1000元有咯。1000元哦，來同事2關啦，好唔好？哈。用錢了，來紅包拿後來了哈。這個有付呢，沒改呢，我是複雜批付。也是1000塊。哎呀，6錢嘞，6錢。哇！哦，很富哦。今年复查，太多啊，4000塊咧，4000呢，真嘅啦，我哋本3-4次架穿，好冇？好，來，一洗關，嚟嘅真以前想聽錯太關咧啊！
冇，你根本伊吼跨年大家都有，手下欣赏是叫拿4000块。苦茶啦，苦茶，真的苦茶。干杯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呦，正义欣赏家有事的感觉，刚好可以排毒。有啊，几多钱？正义欣赏嘿。0元。哇！问是追着啦，追着。来，假期咩事体嘞？那真给推货。假期是多少？0元。哇，你们好会选。6000元，哎呀！哎呀，婷2000是不是？哦，婷2000，哎呦，你又有2000块了。哇，赞哦，哎呦，恭喜！基金，对，他0元，来，生意。哎呦，生意听见了。明年应该很差了。不会啦。没有，他们没有偏财，有正财运。有正财啊！哎呦，恭喜！恭喜，邱雅欣赏。恭喜啊！拿多少点吸钱啊！哎，你现在又推货有钱拿。是身体天空的啦。在一起上等下这样的穿了哈，等下这样穿，好，先在一边。那个陈伟如啊，8000可不可以算3首？8000做1首的单曲好了，啊，1首单曲啊。你们好好协调一下。我的8000算便宜呢。便宜啊。没有啦，够 sell 啦，我开玩笑啦。你现在随便喊价，我们没有在开玩笑。 8000只能做儿歌。你怎么越来越那个？哦，来杀好了，杀了嘿，同文成带来荷塘歌曲哦。来，唱好了哈。就还有一撒绑一集，哎，绑到哈有一集哈，它其中一个会有水跑出来。四季还有四季。哦，冇呢，冇，两毛，有吗？哦，他现在已经5支了呢。你们先清开些水出来。哎，我不相信它到底里面有水吗？哎，
他们唱这么成熟的歌曲，哎，有奖啊！哎呦，好。哎，2位年轻人应该跨年应该常常发通青岛哦。哦。其实人哋嘅跨年都會老不卡人窮下嘅，都會買當當啊，還有肯德基啊。你們2姐妹都沒有男朋友就對了。沒有，歡迎洽詢，感覺真的沒有哎，好急哦。你是要秀什麼？從來沒有交過男朋友。沒有，真的。假的哦，還那麼新鮮呢。怪怪的，沒有歪歪的。對啊，你利用啥？咩上得清電影下？對啊，電影下啊。哎呀，在學校風頭應該蠻賤的，蠻風頭很賤，對，就是很大。好難聽。對啊。跨年的時節都同不講影響好。哦。你們2個成真男朋友會不會想說，哦，要一起把你們帶走的？也不會吧？不用啊。分開可以，一起嘞。一起，不然這樣子婚禮要一起嗎？就是哇，那爸爸會找2兄弟這樣子哦。爸爸要多買一些豬金啊，這樣。對啊，勇敢山啊！再過5年再跟佩萱姐姐一起唱這個歌。明年有沒有機會再出新專輯？明年。我們都有一直在做創作這件事情，然後慢慢的在累積中。好棒，可能再過一陣子。期待。利用啥？有去年有一場青利會演唱會哦，我們有一個，就是你們售票同溫層，對，Live House，然後在惠邊給卡夫卡，就會跟那個惠順給卡夫卡，剛都更了，對，在哪邊？熄燈了，在河岸留言樓上，對，台電大樓，台天推流，可以做100到130。哦，就是小型的演唱會。年輕抖，真的，做了幾場？我們目前1場，然後明年希望可以做一個全台的巡演。哦，真的哦，加油！新歌作品出來，好，期待，好。我很用少來告你啊，來，選一下機會命運來。命運機會命運，好，我選成那一張。秋霞老師配鳳色，我唔相信你係鳳色，來唔係鼓手選2，貴妃，切假打開。唔講，等下又會苦茶呀。冇關係啦。你用啥？我知道啊，你用啥？我知道啊。好，來，那就看一下。大塊的寬，大塊的寬。來，1、2、3。哦。哎呀，倆黑金錢胸有夠高嘞，這個叫做指力拳擊王。指力這個要怎麼玩？這還會 bling。這個很像那個大的機台啊，按用高。對，寬的都給豆腐那用。然後用彈的，是不是？彈的，對。那個阿蘭臉都綠掉了。哎呦，228，有感覺228，我剛多少？我做的247。20，可以嗎？哦，我贏你，好來，贏我應該的。 2姐妹來 PK 一下，來。哎，阿牛就冇辦法了啊，玩遊戲才能拿獎金。來。哦，贏的。哎，你來比賽後呢，你用啥？贏的才有錢。來分吹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啊，羅哥就跟姐姐好了，我跟妹妹。OK。哦，贏的才有錢拿。當然啦。好來。就要用高啊。來，誰先？姐姐先。好，來，姐姐。來，一同。哎，你這樣會擋到鏡頭啊。按鈕更高，來咯。喂，哎呦，換羅哥，歸零一下。羅哥加油！哦，按鈕沒他厲害嗎？哇，要720！哇，哦，那你用啥？我們累積嗎？那他剛多少？285，要加起來1000，快1000了哈，對不對？差不多了哈。有。多少？285就。我們是要累積的嗎？比積分的嗎？那我們還要比什麼？對，應該很難講啊。哦，沒錢難講。來，加油！幫我扶着，按着他。哇塞！好，預備。哎呦！哇！躺着打！哇塞！999！哎，你看999，身材有差啊！导演有差哦。对啊，我们2個加起來都不知道。吃這樣是為什麼？就為了今天。哦，真的哈。對，有打嗎？對。那其實你也不用啊，我們2個加起來不到999啊。什麼吉娜姐？
某用啥？加一轮1007啦。哎呦，1007来，打10分就好，好不好？10分，没问题。来，稳哦，哇！哎，爱用大回数亲狗呢。874哦，1873。87了。哎呦87哦，哎，你养嘞耶！好了，给你们1人1000块啊，2000块。谢谢大哥。好吧，那姐姐就没有了。我以为那一叠黑姐姐我送你，马上我有揪出来给你。耶，新年快乐！明年我加油哦，新个转型期待哦。有慢摇的挑战的嘛？哎呦，黑马，还有嘛啥？嘉琪。好，来，两个来比赛，嘉琪当有风暴好吗？嘉琪，你是怀孕了吗？哈？干有 ？Oh my god！ 莫惊，我看你抽那个平常叫8块，手一直放在这，我以为她怀孕。先熊抱啦！而且他刚好今天穿的是有点平底鞋这样，我想说差点跟你说恭喜。来，这叫来，慢你先来，披前先来。爱吗？你先。爱哪？无啊，佢用啥？必然用无好搞，用用 Andy 用啥过100 GB， 好不好？我们组队。好，来，一样，加油！这样你要跟我一队。跟你一队啊。来，你先，刘先，我帮你扶这个。来 ，Gaki， 以前的女哦，用拳击，用拳头比较重，打坏掉对不对？对，可以，随便你怎么勾。3。丑一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对呀，在暖身吗？他不忍心。对哦，你就用力把它敲下去。对。有了啊！哦，209。你跟子怡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对啊，比我还要痛哎，他很有障碍哎，你大哈波耶！你只能靠自己。好，来，看。加油！哎呦，黑马来！我们先赢了啊！躺着打。小心，不要受伤。哇0。没哎，你太大力了，他抗议。对，他超过1000了就没有归零。对，再一次。勾100 GB， 度后就后啦。哎呦，684，680cc，好了，哥，我先来哈。来，先来。哎呀，这样也有418哎，怎么了？不是啊，要哎，怎么会这么少？大清 CD 啦，温矮了，好，交给我，我真的要来了，真的掌声来一下！好来了今天你看身材有差的哈，真的嘞，对啊，咩？我同你讲，佢冇做冇好哦，佢一百打都矮数，听一百打都下背，你是不是手很痛？很夸张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还是喽，我们2个加起来哈，赢你们2个哈。哎呀哈，不好意思，请回座休息。哎呀，要让你们空手而归了哈，恭喜童文成，童文成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哦。好来，杀落去陈伟帶來後頭嘅歌曲哦。來彈啦嚇，嚟。你喜唔喜乜樣樣色水唔得，世界永會變到暗無時數，心都停停跳上跌落，悲哀嘅消息越來越多，做乜嘅都無奈何，暗湧嘅在播，是要眼淚向下吐過，只愛強輕嘅樹。就做得看到幸福嘅腳步，而你都係些英雄，的團結骨點多用，有你嘅批判就看到希望，團結就係最大
用家在播，是要眼里向下吐过，只爱牵起你的手，手做的困到幸福结局谱，下日都还是英雄，得团结骨变多勇，有你的批判就看到希望，团结就是最大的力量，下日都还是英雄，得团结骨变多勇，不是特效你，不安排过去，不愿你看到天公的勇气。哎呦哦，哦，一条歌要做擦玻璃啊，擦玻璃啊，还可以结合哈，哎，对呀，厉害呢。按狗音，你快断气了，对不因对？为我下本小朋友，小朋友抽哎，你的受众那位，对呀，他直接躺平，他完全没有，他没有被你感动，他已经没电了。你刚刚跳成这样，他没有被你感动，对，unlike。来跟他比个到站，快点。来，比一下，叔叔加油一下啊！这样，祝懂哎，好听吗？陈碧，好听吗？他帮你比，他不要理你。晨晨不喜欢了，晨晨好不好听？下次唱这首好不好？下次唱这首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他犹豫，他继续比。他说再看看他犹豫。哎，过2天就跨年了，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跨年那个经验？难忘的经验。在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不太敢交女朋友，因为爸妈会问东问西。是吗？是交不到还是不太敢交？哎，冇呢，清逢佢交的朋友全部清理开哦。冇啊，就是有啦，有交得到，但是交得到，就没有说。然后跨年就跟爸爸妈妈说，我跟男生同学出去，那结果就牵手，我就跟他牵手去看，在家里刚好又在家里附近，就看烟火，回来被我爸妈骑机车堵到，当场介绍那个我刚刚路上交到的女朋友，没有，刚直接捡到的，我直接没牵手，这样，我说哦，那是直接没牵手，你的意思是本来牵着，然后这样把它甩开，对。那没有分手吗？对啊，那女生不是觉得你干嘛？对啊，为什么把我甩开？廖哈夫，对，现在就没有在一起了，对。哦，就那次甩开就没有在一起。嘿，对，所以你爸爸妈妈破坏你的姻缘。狗中多良啊！哎，按旧。不过跨年也是有好玩的，有时候会一起吃火锅，什么东西都丢进去吃。哦，连卫生纸都丢进去。那喝到有点醉可能会丢，以为是馄饨。时间有几飞就有去过竹东跨年场表演，嘿呀我讲太多了，我们现在会剪掉没关系。好了，机会命运来，改之后命运机会，去加瑞显测一下。改之后呀，黄色 bling bling 就现了命运。命运来，马干的命运嘞！哎呀，爸会乜雞啊？这个是。哎，你制作单比好了咋？係啊。命人嘅通講啊，用蠻高好冇？这工地帽啊。你先戴起來，你先戴起來，漂漂戴起來。人家今天頭髮 set 到的這麼漂亮。平平的。做對。哎，做對哈。平平的，你懂不懂？哦，你還摳牆哦。有戴的呢。哇。你確定要戴那麼緊？那通講，你戴起來很可愛嘞。哎呀，當隊長。過去嘅勇風難起嚟，過去嘅勇風難起嚟。哎，根本演衝喊啲了吼。對啊。哎，倆就還有一撒綁一集，哎，綁到哈有一集哈，它其中一個會有水跑出來。它上面有水。水。哦，綁到有水哎哈，會讓你變濕就對了。所以就會濕。對。那你有冇製作單我先請，改天像羅哥先幫我。我來把。哎，你尬斯公吃甲拔出來哈，你就濕了，就沒有獎金哦。好，加油。我來選一個，好來，哎，你不要轉啊，我把後面這個。好。哦，冇。不愛。哎呦，
温啊，可以哈。哇，开关没有给他开到。看一下，你不要转啦，可以哈。亚迪，哎，没，用前两语。爸爸没事。来，不，给晨晨拔一支，给晨晨拔一支。晨晨，你要不要拔一支？晨晨来，你拔。来，你要吗？来，你拔一根。看你拔一根。拔一根，随便看你要哪一根。可以靠很近嘛？这样湿了他也会湿。那你要面对镜头啊。哇！3000元，今年董天晕了。对呀，我们去加现车，我不买硬帮。佳琪好了，佳琪。孕妇。哎，要礼让孕妇哈。这样可以 take 得到吗？可以。我们过来这里好了。这里就好了。你要不要带到旁边去？你要多远？你最好不要太动，因为水流出来那个镜头。怎样？没怎样，没有。爸好干呐！低胸。哎，还有4根。还有4根嘞，给他们给邱雅欣上去。好，4000。来，你不用动。好。西奇还有西奇。摸呢？摸，两摸。有吗？哦，他现在已经5支了呢，那已经拿先清开再水出来。5000块。5000呢？我不相信它到底里面有水吗？哎，好冷啊！好冷！哎呦 my god！ 哎，你帮他了呀？给摸了，天哪！哦，跨年大发财哎！你朗你西年，开发财哎！天，值得！大家新年快乐，遇水则发，开发财。8000 K。1000块8支啊，我们不知道哪一支，你看它那么可怜。没有5000啊，5000啊，5000 K。剩下去那种。真的哦，让你透心凉吗？谢谢。对，赚5000块就好了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摸一板啦。唔捌佢帶定專業係，佢帶定專業哈。冇，有其他人會教嘛？我唔得穿風包。有嘛？哦，爸爸，或者是爸爸兒子啊，來，棒牙，來，我們要把這個插回去，還能補水哈，我們要補充水分。哦，來。來。好，亞組嘅，來，準備好咧哈。真的，來，晨晨來。父子要互相厮殺就靠你了。兩個，3個，哎，3個，有嗎？哎，沒有，再來，還要再拔。西藏有嗎？你要讓你爸爸試哈。來，再來。你要啊，爸爸試，再拔。6、7、8，有嘞吼，哎呦，天哪！哦耶，遇水則發，哎呦！好啦，風包本期啊，紅包，來。有做嘅邊度風包，你看邊？真的，你拿風包。好，哎，真的，那邊。來，爸爸那邊。牛貝貝我就剩4000了，好不好？4000塊都給你了，可以嗎？好嘛，你幹嘛？謝謝啊！新年快樂哈！新年快樂！新年快樂！新年快樂！又漂亮，等一下。好了，你明年一定大發。對，遇水則發，好不好？不錯，好，謝。好了，回到休息哈。他在算你幾回去看。清靜，哎呀，聽我講呢。好講。過年的時節就會告涼。真的，那題目看影空啊，他敢搞，清神期哈。哎，我們今天這幾個玩具都蠻好玩的，都很適合，對啊，很適合合家一起玩。對。好嘞，殺好了亞比娃。殺了，領戰疫情上帶來荷塘的歌曲哦。好嘞，彈款啦哦。一轉身，路很遠。一飛命運，起家來住。6000塊的話，你就有一張迷你專輯，好不好？我比較相信機會。偉如，你覺得呢？我覺得就是要不要選機會？真的是機會就給我吧。佳琪好開心哦！他這個膚色，我可以看他臉紅哎。
快來起，起哟做擔杆啊，好啊起，東昂開電來喵啊喵，紅光起哟。 嘿，嘿哟，當面講那好嘿，搭線朋友來喵啊喵，講講齊哟，你無猜講啊。 條龍來嘿，嘿哟，肉花米啦好啊嘿，花米腳太來喵啊喵，講講齊哟，一比走你啦。條龍來嘿，嘿哟，溜條轉啊好啊嘿，溜條唔轉來喵啊喵，講講齊哟，啷心驚啊！ 條龍來嘿，嘿哟，腳花米啦好啊嘿，花米腳太來喵啊喵，講講齊哟，一比走你啦。 條龍來嘿，嘿哟，溜條轉啊好啊嘿，溜條唔轉來喵啊喵，講講齊哟，啷心驚啊！ 他这个跨年开玩笑，曾经有带过50个人，真的哦，一嗓音突50个人上台跟他一起合唱，哦，真的哦，起碼該特別的經驗。講到咧跨年哈，製作單位哈是睇一本嚟嘅機飛哈，啊，本來以前嘅嗰種嘅經驗哦，講出嚟本睇㗎，一聽到要動到聽。頭婚命啊，帶頭婚哈，民國92年㗎哈。家下呢就動到了就跨年晚會了條，就像你哋跨年了哈，好，啊就帶誒有52場，哦，啊，嗰個頭婚那個施工所，乜個鎮公，家下係鎮公所，民國96年㗎哈，個鎮公所呢都演唱係體育節目，體育節目嗬，我就帶學生嘅52場，氣勢磅礴啊，全部上喺台上，係，啊唱嘅。 過去嘅雄風那飛嘅，英雄類，結果嗬上台去嗬，我一支飛啊嗬，佢前奏下來去啊唱，喲面前是講冇辦法嚇，誒年輕嚟咧，啊52場企喺個舞台上，喲那你去咯，哇啊支飛下演嘛，哎喲看冇到，結果全部立下去，舞台立起。 52場太重嘅。 52場邊樣就記架嘅學下杯資助啊！我兩機打嗬，結果仲驚啦，係用單機偷工減料嘅嘛，係冇啦。可能咩冇經驗冇上到按到你嘅嘛，所以
个地下演员个营养的嘛，全部动严重，有这位营养中哦，个事业有旺的团体哎呦，是不提咧哈？因为舞台平常时迄黑高嘛，嘿黑高，因为跟有冇地下演哦？我都舞台嘅阶段没有，我都下杯哦，他忙双语哦，阶段哈。嘟嘟爱下鹽㗎，我都啲無立地啦，佢今日前咧立下嘢啊！哦，哎呦！結果佢跨年即時新聞，即時新聞蓋全台灣省全部地，好係是表弟以後係，本來我創呢個國藝音無創辦冇錯，跟古一發動全部停下來。加停要20分鐘啦，哇！佢叫呼曬你啦，都來。結果我哋就做學夾啦學生嘅就學，以下當到台。宋英儀嘅，宋英儀嘅。哦，係你叫小班阿姨啊？係。要不然又繼續下雨嘅。因為咩青島觀眾朋友來。對啦對啦。男咩嘢啦？哎呀。哎呦喂，真係不好的經驗。係啊，千難忘咧，真見唔會。來，來現一下幾筆命運嚟，好冇？衝出嚟，衝入嚟，觀眾就拿到紅包冇？睇自己嘅簽運冇買好呢，係冇？咪係看到面前那個暗道嘅嗬，個線咧嗬，還有紅色的，有了黃色的，嗰張嗬，我睇下嗰張係冇？哪一張？幾多碼？沒幾多碼我講啊。熒幕情侶係啊。佢講黃色的啊，有唔是叫鮮紅色的。紅色的哦，所以你那麼係看到人哈，係都上個黃色的。哦，係中國佢邊啊行一望嘅喎，幾捱啲啊！我啦講笑。哎呀，特別嗬，你節目按到年來嗬，特別喺杜到太陽啊嗬，兩位嗬特別講喺搖嘅夢嘅當先知啦，識來識過識來識意啊！時代下降嘅。所以你先望咧，先望咧。好啦，可以下望咧，望嘅同時隊。哎呦！現衝誒！我話你阿伯係幾多麥竟然好高嘅？6000條。有炸6000條送俾嘅師母去抽嚟啊！難得竟然嗬，儲到你6000元嗬，祝福大家嗬，過年快樂嚇！希望你就喺呢個節目嗬，重逢一初下雨，好，托你金口哈，安子先，師母在一起上，師母要6000條，睇起來看到哦。他不要了哈！你是不是說謊啊，翟毅老師？他不要了，全部比較，你唔咩價冇便宜咧啊！見比較。啊，謝謝。奇怪，有隻穿挺多嘅。係啊，真嘅哦。一年下300。講話要本用就全部比較。好啦，沙下來嚇。沙來係車架期待嚟學堂嘅歌曲哦。我哋彈㗎啦嚇。
文青挂的就喜欢文青挂的东西。米莎哈，哎，还有那个哦没有了。哪一个？回炉的歌是算。他还蛮多童谣的嘛。我晕船了。你晕船了？没了没了。哦哎，你是刚被水喷到脑袋？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就帮他们配对。对啊，就是郎有情妹无意啊。哦，配到现在，你看他都有怀了别的孩子了。凭良心讲，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？我只是最近吃比较多啦。不是你干嘛？那吃多也不一定要穿这种衣服啊。以后这套衣服不要再。对呀。真的很像孕妇装。真的吗？而且。丑那个片给我把口口啊，素安用白的，我真的以为你怀孕。而且你刚刚上台的时候，你还这样摸肚子。对。对啊，真的到都给怀孕了。对啊。对啊。怀孕没一天后事啊，对吗？我最近有想怀孕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假的？围炉可以吗？爱懂好谁来？我很喜欢小孩子。哦，真的啊。又来了 ！Q 年多了，还没结束。我每次来闹乐都像在来相亲一样，而且都是陈伟如哎，黑毛哎，这么有才华的年轻人，而且你们幽默身形又一样，哎，我同工陈碧已经有点夫妻脸呢，很厉害的，很像呢。要不要就重了啦？有一些就被人拱到最后，真的就在一起啊。哦，突然来电。很难说啊，只要你不排斥就。他点头，他又摇头，怎么有点 me too 勉强 me too， 来，你现在 me too， 你也有一样的心情，我也点头的意思哦。他说他也点头了 me too， 他没有摇头过。充电可以掐嘎起，好吗？对。有一个青岛跟眼神的给发了。你有在做音乐作品创作这一块？有在尝试。对，是采访啊，跟是采访陈飞已经离婚，青岛好伤哎。没有，我说实话，在音乐作品的部分，真的可以找陈伟如，真的。嘿，从这里开始培养。这样的。今天如果你选一个机会跟蜜月，如果得到6000块，去他那边录歌，嘿，好不好？1小时1000，1小时1000，哎，你就不要算钱的啊。好，你去买6000块，买包，6000块他可以去买包，或者说6000块他可以做一张专辑，好不好？做得吗？可以吗？董演呢？做得，嘎起做得。陈婷婷做不得吗？因为婷婷她有直播，她有那个对。后来你先抽到6000块，6000，有抽到6000块会发了哈。伟如帮你做一张专辑，好不好？好。陈皮宇嘿哈，好不好 ？OK。迷你专辑，迷你至少6首，专辑6首，要不然还有3首，3首，要不然就是单曲哦，都说的。你要6首还是3首还是1首？6首好。6首，迷你专辑。谁会选1首？好了，机会命运了。以非命运，请加瑞出。6000块的话，你就有一张迷你专辑，好不好？我比较相信机会。机会是不是？老天有没有给你机会？机会。等下，伟如你觉得嘞？我觉得就是要不要选机会？真的是机会就给我吧。你们跟董齐啦！哇！佳琪好开心哦！赶紧捧啊！
脸红哎。皮皮黑嘛，这个机会要不要给陈慧茹？好来，来打破了来，看是不是一个很好机会。耶！来，睡觉，来，睡还是不含睡？围路，陈皮哈了，来，抢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跟你讲，太快了，看老师多想下班，来帮你加速，那就先给我，先给，直接把他拉过来，是先给我管还是你要管？当然是老婆管啊。是女生管啊，女生管啊，对啊，你都不要管，我们男生就顾外就好了，他顾内这样。哦，这么大男人，就算大男人。好了，对啊，好了，有挑嘛？挑嘛？一种迷你专辑哎，可以啊，周队6首歌，6条歌哎哈， 6首歌，那你们就慢慢去瞧了。好，你们慢慢培养。6首歌之后要干嘛？对，好，给他手牵手一起走下去的。他还帮他扶腰嘞，他动了胎气。哦，哎呦，告白很多次，他已经告了啊，他告很多次了。郎有情妹无意啊，真的。没啦，搞一下朋友嘛，没，先认识再说嘛，不要一下就拒绝人家，你可以慢慢聊嘛，聊久了以后，你发现他的优点，真的，他的优点很容易发现，优点很多，真的哈，好，下一位，好的，下一位小兰，待会和他叫小兰呢，小兰呢，哦，可以哈，有6千條嘛，即係要好盤嘅，哦。有一張金元寶，沒有試過那乞丐的春風保險。哦，好了沒啦？差不多了吧？來，打賞，來，聲音。幫你打賞的還是羅哥，你看。對啊。按到嘅啊。對啊，按鈕拉嘛。1、2、3。幾多錢？啊，跳價，啊，就送來錢咯。哦。为什么？就冲2条，好好躺啊！八婆講八婆，兩人感情好。好，林佩璇，你跳太好了啦！对，人有无冲冲组诶。那如果你拔的，你应该唔忝吗？会啊，会哦，不会忝嘛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啊，不会哦，唔會忝。啊？你用啥？他忝吧，忝多。追不上你的脚步，看不到你的车尾灯。后告嘛？后告嘛？后告哈。好。T100床。哦，真的哈。T100床。
铁板唱，卡拉 OK 有唱啊，你爱好唔识啊？唔识啦，你大败了冲。屡破新高呢，对呀，每次都说要血脂，没有一次血脂成功。观众朋友懂好宽记啊，真的哦，真的，哎呀，所以还制作单位制作员，清好清大摆嘛特别计划一定要清记我听错的啊，有好够嘛。你按节目的台柱用的呢，系咪？是蒙太是假啦，好够啊。像两片吹含青岛的表演呢，系冇？蛮爱请伊表演真的哦。有最近含有。请伊走秀系冇？含有。有啊，马街咩有啊？真的哦。请伊冲果吗？有冲果，我都有舞伴。舞伴哦，都有舞伴。我觉得你改天，你比如说你去菜市场买菜啊，有人磨，你就自己提一个那个蓝牙喇叭，嘿，喇叭，然后就放打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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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罗哥你这样太跳街啊，有一个跳街，跳街啊，哎呀嘛，冇用，暗示咧，根本唔是暗示谁。跟买菜是有送葱的嘞。哦，真的哦，葱的呀。对啊，表演。其实特别美安的节目真系牺牲动态啊，讲真的。你们清气氛然后教埋，系嘛？好教，好啦，冲点落咧。唔到啥冒险啊，冒险爱。唔係，做好教啊，那會險啊，觀眾朋友親好看。而險愛是來啊。係咪？係咪？咁見到有福手嘅不風采又係要來喎。哎呦，係咪？真的吼。這種人就想講吼，看不風采，唔好俾伊踩走。踩走咗嘅。係要菩薩庇佑。哦，要菩薩。你青眼冇賺嘛？對啊。所以說佢就是拜佛的。哦。拜神明。哦，神明保佑。來獻一下人家명運機。명運壓機飛。好來，看先到乜嘅東西，好來。拿着鳳保準衣。哎，好冇？我現在講，剛剛衝水是拜神明哦，你還有拜佛祖哦，剛開始咯。阿彌陀佛，要講，還是要講。要講。명運，可聽好。好，你佛祖點名啊？幾分名種全部係神明本來啊。神明同講嘅係嘛？好。所以也神明有字典，聽人名運就出嚟。人祝神係乜嘅？唔拜祝神係乜嘅？祝神觀音用菩薩。哦，所以菩薩有保佑唔講係。哦，很多顯稱。先兩隻。可以哈，有六千條嘛？一隻有好盤嘅。哦。有一隻金元寶，哎呀，面書嘞。要做嘛？這個是街頭藝人香，我們調他打賞的嘛。對，剛剛誰打賞那個哈？調他嘿。冠軍。有來咧，表示講那七家來穿鳳寶錢。好。哦，兩買彩帶係嘛？哦。唐貢小蘭聽很會玩彩帶。哦，他會彩帶舞啊？哎。哦，你真的是多才多藝咧，還會這個拱把婆。還會走秀，還會彩帶舞，還會跳舞，還會跳舞呀！哦，來，門次架來吹下牙，我就放在這裡哈，放在前面哈。哎，他改一聽忙是看過拱爬坡，來跳彩帶舞。哎，這是一門技術啊，你孫哎，感覺很 K 的，他都還沒跳你就說他 K。哎，你有發現？等下，哎。你有發現偉如坐換位置了呢？坐在哪裡？你看。哎呦，他們越看越有夫妻相。真的。不用啥，又做安用哈。啊。好吧，我們過充電轉了小蘭的身上。好，來。我們讓他們慢慢培養感情。沒有，我覺得那邊比較好玩呢。啊？你要在哪塊你就冇錢的呀？哦，等他上來哈。先表演。我們幫他拿。他需要很大的範圍。拿燈好來。哦，快死了，這音樂還蠻搭的呢。哎呦，真的會嘞！真的會嘞！做對嘞！哇，還不會打結呢，真的不會呢。哎呀，功夫來着，哎！哇哦！老公真是一個阻礙，對她老公蠻愛吃的阻礙。前面那個好可憐哦。對，哎，羅哥他要去繞你。不要。好不矮啊！哎，突然他在騎馬呀。老公也笑了。哎呦，打結了。老公笑了，你們知道嗎？好了沒啦？差不多了吧。
来，打赏！哎，给一桶，你看有几多钱？哎呦，蛮多的嘞，很多钞票呢。哦，连晨晨都有钱了，你看。来，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呦，很大气哦。哎呀，来，声音。帮你打赏的还是罗哥，你看。对啊。有按到的啊。对啊，按有拉嘛。 1、2、3、4。几多钱？啊，跳架，打到上海前哦。为什么？就冲2条，好好躺啊！说话冲拱把头。对呀。2条冲得清哦，2把狗也厉害。祈求的。对啊，那种乞丐歌啊，神呐，多清货啊。对，大概有500多块呢。哎，清货赞哦。来，恭喜哈！哎啦，好，哎，真的多才多艺，很厉害的。哎，个彩带舞跳得清后呢，真的呀，真是不会跳的嘞。哎呦，赞哦。哎，希望安尼给特别节目有嘛特别给包只张磊了，好不好？张磊搞啊嘞，好不好？好，按住说哈。好，听下来介绍清味啦哈。亚味嘿，按到林披贤。林披贤，林披贤小姐，哎，佢帶來嘅歌曲係後堂嘅歌曲，佢帶來後堂嘅歌曲。哎，聽下來睇。好了。热力四射。今年最棒的演出哈，就这一次了。因为也就最后一天了。冇天公也愿意。哎，赞呢！葱狗青扑青豆有青扑呀，吃到油啊，有葱挑呢。我年一个冇问题哈，冇问题。你让你上面青魔汉呢，人家表演青动啊，当你看到佢哋扑嘅表演。哦，真的啊。蛮那一表演。哎呦，按好啊。哦。哎呦。但是应该也是糗事一箩筐吧？就到的公模杀啊？什么意思？
很多说不完。哦，太多嘞，嘿嘛。哦，太多了。太多嘞，讲一两集嘞。我要那时候演一个国民兵的角色，然后我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我要拿枪，然后我要这样走出去，然后要射的时候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裤子好像太大就掉下去了啊！而且是演出的时候，然后我还要装没事，然后把裤子拉起来，然后砰，还要装没事，结果第二枪换我被打，我就死了。哇，那你裤子里面是什么？对啊，是那个安全裤。哦，那还好有穿，给喊游走了，给喊。但是那你搞不好故意掉下来，人家会以为是舞台上的。对啊。可是那一 part 很重要哎，那一 part 很重要哎，很重要哎，他不是本来悲剧被你演成喜剧了，本来要开枪，然后裤子掉下来，然后还开，这就是分心战术啊，黑色幽默的感觉，就是对方看到你裤子怎么掉了，然后你还被打死，而且我还要装没事，我还要装没事，然后这样。哇，然后再把然后就被导演骂。不过你这个还好哎，那个林展毅老师那个整个舞台塌下来，那个太恐怖。好，家在爱系哭，哭跌停，哭跌停，哎呀，梦真劲哦。反正你哭跌停。俺们是有个从一般群的跌下来。哎呦，真的，真的。啊，有内底有折吗？我就穿着裤啊，冲冲跳跳就跌下来啊，先从台进来，然后我就是转身把裙子穿起来，再转回来。哇！那我来讲最后一个，热门一改，嘿，爱呢，切做一改，根子，根子，跟毽子，不是男生。我要演一个男生，而且是要从男生叫根子哦，根子哦，啊，女生叫麦子，麦子，对。然后我要从未来回来现在，然后我要拯救现在的自己，然后中间有很多关卡，我就有一些就是要有假装打架，打赢一些怪兽、怪修嘛，就是那种时空背景。对。但是因为导演就觉得说，好像也不用那么厉害，因为反正就是儿童剧，就开开心心就好，就不用真的要怎么就厉害个功夫武术，所以他就安排了3个这样，然后但是最后我还是有战胜。那个就是坏蛋，对。但我演完之后，前台就说不好意思，那个饰演凯尔的演员可以到前台来一下吗？然后我就去。对。然后结果那个小朋友就说：“凯尔您好，我这里有一张卡片，它叫做奥特曼之父。我跟你说，他比你厉害，你要加油哦。”他就跟你呛笑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来吧，这个奥特曼之父送你，我下次还会再来看哦。”结果我下次来，他又送了我一张。真的哦。他是不是一种另类的，想要引起你注意啊？对。你的受众都是小朋友，黑毛小朋友，20年养成。结果你知道我演出结束之后，我收到了10张。真的哦。他来看了10次，然后没有一次觉得我有变厉害。他在最后一次就说：“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”朽木不可雕也啊！真的。再来看10次。他还送饼干来给我吃哦。真的哦。他说这个吃完会很厉害哟，这样他还这样。你一直没有说出他想要的答案，他才一直送你卡片。对。搞不好人家也想要跟你告白。对啊。6岁。有的6岁，他很成熟啊。那我再问问看。你再看看有没有机会，有没有命运？有没有出道嘛？对，好来。有前科哦。KVI 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。刚刚是不是这边比较旺？没冇。刚刚忘色的有得过200-6000元哦。冲黑哦。应该特先理解啊。蒙写的。你还要选蒙色的哦，哪一选择蒙色的？蒙写的哦，哎呀，蒙写的哦，命啊，爱命啦，命运哈，你还爱命，看盲眼要穿钱嘛，好嘞，对，恭喜，6000 K 位，哇塞，你今年会走偏财运，正财不断，偏财也有，好不好？莫提来。等下大家开始碰，10碰，来，你拿好，我们不要像那个林展毅老师，边走边飞走，好，恭喜，真的太棒了啊！那希望这个下次再来节目赚多一点钱啊，好不好？真的哦，真的哦，休7拜。还有7拜，爱落的师傅，
很会当爱搁卡倒的钱哦。好，你同制作单位讲，喊100钱了他倒。还有700，还有700啊！还有700，俺有9的钱哦。还有7009的钱，对不？对哦，好几百。还有700，还有700，还有700，不是还有800，还有700，还有700哈。好了，还有700，你就继续再来了哈，钱会更多了哈。好，OK， 谢谢了哈。什么屁钱？来坐车席来坐车席。哎呦真的基本2点钟的时间啊，就睇下穿到糖到后堂的果。哎呀，又好搞诶。安尼先从内边，他可以穿到很多钱。什么太高？高亮日的就会2024年啦。希望现场的朋友，所有的朋友，大家都平安健康，大家都有更好的发展，顺利利，好嘛？穿太前又天空，好嘛？哈，谢谢哈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啦，哈。还好爽的朋友，加个报名啊！加个打电话来，096667人等台几个打电话来。好，祝大家2024年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快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谢谢。天宠给来宾。谢谢。新年发财，谢谢。开彩新年快乐！小跳老师、乐团老师新年快乐！谢谢辛苦嘞！天宠爱工作人员辛苦嘞，新年快乐！谢谢。好，下礼拜我们记得一个正式时段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哈喽。